天狼星人信息：進化論和神創論，誰對？哪個才是真理？井號昴宿星人，井號仙女星人，井號大角星人，井號天狼星人。寫文章緣起，沒什麼特別的。我在進行例行冥想的時候，天狼星人和我對話了。這是昨天我通靈得到的信息。和我通訊的天狼星人名叫菩提伽耶，他之前曾經投胎到地球的印度，陪伴佛祖一起傳教。現在他以能量體的形式傳導信息給我。正文：我屠龍術。我一直很好奇，創造論和進化論誰是對的？你可以告訴我嗎？天狼星人：可以。創造論和進化論是並存的，是同時成立的，不是互相排斥的。所謂的創造論，就是地球人類是由神或者外星人創造的，而進化論則認為人類是從猩猩猴子中進化而來的。但真相是人類以及地球的所有生命都是在被創造完之後就開始自行進化，所以兩者都是對的。屠龍術，可否再繼續深入的解釋？天狼星人：可以。早在你們人類歷史的記錄出現之前，許許多多的外星人就已經在星際、宇宙、銀河之間觀察生命的律動。是的，你們的人類或者說地球人的起源並非偶然，是由好幾個不同的外星種族聯合創造而成的。你們的原本的基因的確和猩猩、猴子的基因一致，但是在外星人介入後就被大幅度調整過了。這些創造你們的外星人，有些是正面的外星人，有些是負面的。所以地球人的性格中同時存在神、天使的頻率，也存在鬼、惡魔的頻率。在外星人編程地球人的基因前，你的猿猴類祖先的基因 DNA 是地球上自動生成的，是進化而來的。但在基因編輯之後，地球人的 DNA 就變成創造型的生物了。在這些外星的智慧走了之後，地球人的家基因又在自我進化，又從創造論變回進化論類。創造只是起點，而非結局。從地球人被造出來的那一刻開始，地球人就開始按照自身的環境、自身的選擇慢慢進化。你們的現在的心理、情感、社會結構、宗教、政治體系，這些都是你們的自由意志進化出來的結果。我們外星人只在最初創造你們的時候干涉過你們，後來的一切全是人類自己的選擇、自己的吸引。其實不斷在神創和進化之間游走，這才是正常的。就連我們高科技、高緯度的外星人，也不過是被更高層級的生命體創造的。而人類現在使用 AI 人工智能技術的樣子，這不也是一種人類作為神去創造新的電子生命嗎？整個宇宙就是這樣無窮嵌套、無限輪迴、永無止境，直到永遠。但我們並未控制一切，所以親愛的地球人啊，不必再爭論神創論與進化論，就像白晝與黑夜一起組成，共同組合，才是最完整的真相。記住，你們是被創造的奇蹟。你們也是能主動創造自己未來的生命。我們銀河聯邦的外星人永遠會愛你們，保護你們，幫你們驅趕邪惡，幫你們迎接光明。屠龍解說，震撼人心。YouTube 屠龍術。